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今日嘅12分鐘哈達瑜伽練習。首先，我哋可以行去脊嘅前方，吸氣，雙手向上，呼氣，手擺心口中間，再一次吸氣，呼氣，手擺心口中間。可以嘅話，合埋你哋嘅眼睛，專注呼吸，俾自己好好享受嚟緊呢12分鐘嘅練習。慢慢張開眼睛，吸氣，手向上，呼氣，向下彎，屈曲一隻腳，伸直一隻腳，鬆下我哋嘅 hamstring， 放鬆我哋嘅上半身，頭向地下方向沉落去，吸氣，拉長個脊椎向前望，呼氣，再向下彎，吸氣，手擺地下，膝頭哥亦都放喺地下。我哋做幾 round 嘅 cat and cow， 吸氣，眼睛向上望，壓腰，呼氣，拱腰，眼望肚臍，吸氣，壓腰，呼氣，眼睛望肚，再吸氣，再呼氣，然後伸直你嘅右腳踩向地下，然後再慢慢踩去你嘅左邊，眼睛可以望住左邊嘅膊頭，感受下右邊側身嘅伸展。吸氣，翻返嚟中間，然之後伸直我哋嘅左腳，踏向我哋嘅右邊，眼睛望向右邊嘅膊頭。今次感受我哋左邊側身嘅伸展。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再呼氣，翻返嚟中間。之後，我哋將隻手行向脊嘅前方，沉我哋嘅心口落地面，額頭亦都可以放喺脊嘅上面，感受下膊頭、心口有打開嘅感覺。吸氣，呼氣，透過每一個呼氣，將自己個心口再沉多少少落去。吸氣，再呼氣，然之後慢慢用隻手推返自己上嚟，擺喺膊頭嘅下方。吸氣，右手向天花板方向伸展，然之後擺喺左邊膊頭嘅下方，頭可以放喺脊嘅上面，左手可以向脊嘅前方伸展，感受下個膊頭打開嘅感覺。吸氣，呼氣，慢慢左手推返自己上嚟，右手向天花板方向伸展。跟住我哋轉邊，左手吸氣向上方伸展，再放喺右邊膊頭嘅下方，右手可以伸展去脊嘅前方，頭放喺脊嘅上面。吸氣，呼氣，慢慢用右手推返自己上嚟，左手向天花板方向伸展，再放喺脊嘅上面。然之後伸直你嘅右腳，再提起佢向盤骨嘅高度，提起你嘅左手，眼睛向前方望，收緊你嘅 core、大髀、臀部嘅肌肉。然之後放鬆，換邊，左腳伸直向上，提起。右手亦都拉向耳仔嘅方向，盡量篤返左腳嘅腳趾向地下，平衡返個盤骨。吸氣，呼氣，慢慢放返手同埋腳喺地下，兩隻手可以向前行一小步，推返自己上嚟，做個 downward facing dog。今日第一個 downward facing dog， 我哋可以曲一隻腳，伸直一隻腳，曲一隻腳，伸直另一隻腳，去鬆返個 hamstring， 然之後停留喺度兩個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感受個脊椎有拉伸嘅感覺。然之後伸直你嘅右腳，屈曲你個膝頭哥，轉下個腳踭，然之後右腳踏向脊嘅前方，兩隻手嘅中間。
揾到個平衡之後，我哋起身做個 Warrior One， 後腳可以45度斜斜地咁樣放喺地下，屈曲前腳，眼睛向前望，手擺喺耳仔嘅側邊，然之後伸直前腳，手叉腰，眼睛向上望，吸氣，呼氣再向下彎，手可以擺喺脊嘅上面，或者擺喺小腿嘅上面做下 support 都可以嘅。然之後屈曲你嘅前腳，打開後腳，我哋上嚟做個 Warrior Two， 手擺喺膊頭嘅高度，眼睛望向前方手指，然之後我哋向後彎，上面嘅手向頭頂方向伸展，然之後上面嘅手可以放喺前腳嘅膝頭哥大髀位，伸入你嘅左手向你嘅左邊耳仔，感受左邊嘅側身有伸展嘅感覺，然之後慢慢上返嚟 Warrior Two， 雙手叉腰，前腳腳掌可以指向脊嘅長邊同後腳平衡，然之後吸氣，呼氣向下彎，我哋做個 wide-legged forward fold， 俾自己鬆下個下腰，伸展下個 hamstring， 然之後雙手行向脊嘅後方，我哋轉邊，左腳喺前面，右腳喺後面，雙手拉向頭頂方向 Warrior One， 屈曲你嘅前腳，後腳可以45度指向脊嘅後方，然之後伸直你嘅前腳，吸氣，眼睛向上望，拉長個脊椎，呼氣向下彎，手可以擺喺脊嘅上面或者小腿嘅上面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再呼氣，然之後屈曲你嘅前腳，後腳打開90度，我哋做個 Warrior Two， 放鬆你嘅膊頭，眼睛望向前面手指，吸氣，呼氣，然之後前面嘅手拉向頭頂嘅後方，我哋做個後彎，感受下左邊側身有拉扯嘅感覺，後面嘅手可以擺喺後面隻腳嘅上面，眼睛望向天花板，打開個心口，然之後前面隻手放喺前面嘅大髀上面，右手可以向頭頂方向延伸，感覺係由右手手指延伸到去個右腳腳趾嘅，然之後慢慢拉返個人上嚟 Warrior Two， 喺下一個吸氣，可以將兩隻手放喺前腳嘅兩方，再將前腳踏後，我哋做個 Downward Facing Dog， 我哋喺度停留多一個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之後將膝頭哥放返喺脊嘅上面，慢慢俾自己坐返喺脊嘅中間，盤腿坐，然之後腳掌對腳掌，我哋做個蝴蝶式，吸氣拉長嘅脊椎，呼氣向前彎，手可以分別擺喺小腿或者係腳踭，吸氣，呼氣，感受下大腿內側有拉扯嘅感覺，然之後慢慢捲返個人上嚟，伸直我哋嘅左腳，右腳腳掌擺喺左腳外側，然之後我哋做個左邊嘅側彎，右手向頭頂方向伸展，感受下右邊側身打開嘅感覺，然之後慢慢上嚟，上半身轉返向前腳嘅腳掌方向，吸氣手向上，拉長嗰隻椎，呼氣向下彎，勾返前腳嘅腳趾向天花板，加深個拉伸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慢慢上返嚟，然之後我哋轉邊，伸直我哋嘅右腳，左腳腳掌放喺右腳嘅大髀內側，眼睛望向前方，再
側身彎向你嘅右邊，左手可以向頭頂方向延伸，感受下左邊側身拉扯嘅感覺，鋤頭腳，腳趾指返上去天花板，吸氣，呼氣，然之後慢慢上返嚟中間，轉返個上半身向前腳嘅腳掌方向，再向下彎，吸氣，呼氣，兩隻手可以好放鬆咁樣放喺前腳小腿嘅側邊，放鬆個頭，放鬆個下巴，放鬆個膊頭，然之後慢慢捲返個人上嚟，再打開個左腳，勾返起兩隻腳嘅腳趾上天花板，吸氣伸長嘅脊椎，呼氣向下彎，盡量放鬆自己嘅上半身，感受下兩隻腳 hamstring 嘅伸展，大腿內側嘅伸展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再呼氣，然之後慢慢推返個人上嚟，屈曲我哋嘅膝頭哥，盤腿坐，然之後拉個膊頭上耳仔方向打個圓圈，合埋你哋嘅眼睛，一隻手可以放喺心口，另一隻手擺喺肚上面。而家慢慢停落嚟，感受身體同地面嘅接觸，慢慢吸一口氣，再慢慢呼一口氣，唔需要刻意改變呼吸，只係留意佢自然嘅節奏就可以啦。吸氣嘅時候，感受身體有少少空間，呼氣嘅時候，俾自己放鬆。如果腦入邊有好多諗法、念頭，都冇問題嘅，你只需要溫柔咁帶自己返嚟呼吸。呢一刻你唔需要做好任何事情，只係安靜咁喺度就可以啦。再深深吸一口氣，慢慢呼出。而家可以慢慢將意識帶返去自己身體，放鬆你隻手喺膝頭哥上面，張開你嘅眼睛，吸氣手向上，呼氣手擺心口中間，再一次吸氣，呼氣手擺心口中間。希望呢一份平靜可以帶入你今日餘下嘅時間。Namaste。